云林大比的咸菜馆主要是咧收藏介绍，甲大比咸菜相关的历史文物。阿雄公所特别委托到云林科技大学，过来做新产业的调查，即卖咧展览成果，欢迎大家参观。 这是大比咸菜馆，开馆到即马超过20档。馆内导览员当咧说明甲咸菜产业相关的文史资料甲文物。伊就了解讲哦，原来一张咸菜会当做几啊种的料理，过来这个咸菜的生长是安怎安尼？伊当做凉拌的啦，嘛会当做汤的啦，嘛会当做迄个挂包。另外，馆内阁有一个咸菜产业调查研究计划成果展，内容若是历史，同时嘛会加入即马全球拢咧关注的环保，为正月开始会展出内容，加做固定展览。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，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特展调查的资料，然后之后做一些常设展的更新。官方表示，大比的咸菜产量是全台上济，为逐年的年底到过当年初拢有着时，而且即马伫咧乡内，阁会当欣赏到大型的稻草整体艺术，邀请民众来大比佚佗，参观展览，熟悉咸菜产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